喺我身後邊就係維多利亞公園。我今日係會介紹位於天后站嘅拍景台。喺維多利亞公園嘅正對面就係拍景台。由天后站步行1分鐘就到㗎啦。而家我哋睇嘅呢個單位係拍景台一座高層嘅 D 室，實用面積998尺。呢一個單位拍飯廳呈鑽石形，木紋地板配白色牆身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呢個單位嘅景觀。呢一個單位景觀非常開揚，係望返住維多利亞港，對面就係尖沙咀，下邊就係維多利亞公園同埋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。首先係洗手間，沿住走廊入嚟，第一個房間。主人房，主人房空間面積相當大，係將2間房打通成為1間大嘅主人套房。而景觀同樣望返住維港，呢個角度仲可以睇到中環同埋會展中心。最後我哋嚟睇下廚房，全組櫥櫃，而呢邊就係工人房，有工人廁。